伫咧一年巴厘岛有起真侪高级的度假村，吸引真侪外国游客。不过，因为开发了过头，也互当地上有价值的自然景观是面临着危机。巴厘岛是吸引国际观光客去了搁再去的旅游金鸡母，去年共接待700万人次，当地一直拢有扩大建设的需求，四界拢是别庄甲高级饭店的工地，足侪人拢想要来这客家花。Do you want a property just like this for $62,000 USD? We have 3 units left in our Canggu Loft project. DM us for the details. Vous voulez devenir propriétaire d'une villa à Bali à partir de 25 000 €? C'est officiellement possible. 目前差不多有10万的外国人是伫遐住透冬的。画面上，这栋270米4方的3房别庄，就是一对法国翁仔某买的客制化建案。不过，大多数新建案也是以短期出租来投资的小型单位，因为马里岛观光的需求真悬，真有投资吸引力。Today, you can get turnkey investments in Bali starting at 10, 11, 12% net returns because taxation is ultimately low and the tourist appeal is extremely strong. 俗搁有村的劳动力对巴厘岛开发的风气真有帮助。来自印尼各地数千的劳工拢来找工课，住伫工地边仔的插座工寮林，环境疗效，简单会当倒伫涂骹困。不过一个月差不多台币10000通的工资，是比国内各地平均较悬。开发的创造工作机会，嘛吸引部分农民卖田园，赚一笔会当减拍拼几十档。不过，这拢互地方付出环境的代价。来到地区上方感觉舒坦的青翠山内田景致，豆豆互南马孔看过去。目前马里岛逐档流失差不多1000公顷的田，继续落去到2050年，全岛1/4的田会消失。游客爱慕的天堂乐园继续面临开发的压力，大家捡能的危机。公司新闻，施惠中编译。